2025年6月7日，由澳大利亚惠伦藏传佛教协会主办的2025佛诞节盛典在悉尼圆满举行。值此藏历萨嘎达瓦月，是佛陀诞生、成道与涅槃的吉祥盛月，近200位嘉宾与佛友齐聚一堂，共襄盛举。在这功德成倍的殊胜时节，佛光普照，法喜充满。新南威尔士州佛教协会理事 Davis 先生在致辞中表示，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惠伦为我们搭建了一座通往内心宁静的桥梁。般若寺住持般若法师开始说，佛陀的慈悲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如同阳光普照大地，温暖每一位众生。悉尼藏人协会的会长则感慨地表示，在多样文化交汇的悉尼，此次佛诞节庆典为佛陀的追随者们带来了宝贵的精神滋养。惠伦藏传佛教协会会长泽仁扎西堪布上师在开示中鼓励大家于萨嘎达瓦月发善愿，行善行，以慈悲与智慧安顿身心。在庄严的浴佛仪式中，香汤洗佛，洗去尘垢，也洗涤着每一位参与者的心。庆典现场还举行了祝福佛陀圣诞的切蛋糕仪式，与大家共同分享这份光明与喜悦。艺术供养更是精彩纷呈，心经诵读、三宝歌、金刚舞等节目为佛诞增添了庄严与喜悦。现场每张脸庞都洋溢着满足与宁静，那一刻不分年纪，不分背景，所有人都成为佛法大家庭中的一员。活动结束后，义工们默默整理会场，宾客们自发协助搬椅收拾，场面温暖动人，一切皆源自于内心自然流露的善意。在这个功德无量的萨嘎达瓦月，我们共同种下了善的种子，感受了佛法的温暖，见证了慈悲的力量。